早。疾风劲草，你好像迟到了。是迟到了。我路上遇到一个特别没有素质的司机，溅了我一身的脏水，一脚油门就跑了，害得我这鞋跟儿也断了。我能够走到这儿就已经……你是在说我吗？开的什么车啊？越野车，什么颜色啊？黑色。冤家路窄啊，赔钱！见人什么素质啊？你溅了我这一身的脏泥巴水，一句对不起都没有，撒腿就跑。你撞人也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酒品看人品，车品也看人品。我看你这种人就是没品。我这鞋多少钱买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牌子你知道吗？还有我这大衣什么牌子你知道吗？多少钱你知道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水貂毛的。哎，别动别动，先别着急，消消气儿。隔壁就是商场，我陪您装。小姐，您可以试搭一下这件外套，看看是不是您喜欢的风格。好。可以，就这一套。加这双鞋，那个先生买单。好的，小姐。记得把我的鞋包起来。先生您好，一共是4980元，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？现金吗？你好，你好，刚才买的这双鞋不是特别满意，我想给它退了，小票在这里。好的，请稍等，谢谢。小姐，这是返还您的现金。谢谢。
喝完了还可以免费加汤，不要钱。我不吃羊，你能给我点别的吗？白菜豆腐砂锅。还有，你就请我吃这个。翡翠白玉汤，御膳。翡翠，白玉，这种菜很健康的。还是留着给你自己慢慢享用吧。我这人一顿没肉，心里就发慌。服务员，给我要一个鸡翅、红里脊，还有鲶鱼、小鸡肉蘑菇。老公，什么？这个。哎，我让你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叫老公有点早。我刚才叫的是谢公主公，不是公公的公。只能说你有一个能够占所有女性便宜的好心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去个洗手间，麻烦你帮我看下东西。谢谢。向您点的酒。谢谢。Chance! 3, 2, 1, now! 喂。喂，龚总啊，我买了双羊毛拖鞋，你在家吗？你要在的话，给你送过去。我现在不在家，在外面喝酒。几点回去？说不准呢，明儿再说吧。你说这个龚建飞也太过分了，见了你一身水不说，就请你吃个砂锅豆腐。哼。不过也行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就欠了人家4000块。你没看他当时那副德行，我不欠他，那都对不起我自己。这种人啊，智极小气、抠门、猥琐、没礼貌于一身，全差评负分，别再让我陷了他。不过我认识的龚建原来从来不这样啊，现在怎么变的呢？你放心，等我再见了他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算了吧。啊，我这青菜香过了吧？那我的工作怎么样了？哎，对了，我跟孙南威说好了，下礼拜一去带你去上班。不过啊，工作你得尽快上手，这样才能方便你找对象。谢谢你啊，这顿我请。谢什么谢？请我的话，放贵的了。老板，变态鸡翅。前有老首长给你相亲，后又有女助理晚上给你送拖鞋。你小子最近桃花很旺啊！桃花一直都很旺，就是可惜我这桃心儿已经死了。哎，我觉得你那女助理挺懂事的，收了。世界上最蠢的事儿，就是把女下属变成情人。啊，那就把女情人变成女下属，
那就更蠢。所以我就戒了。你说他要不是你下属的话，你会不会动心？也许吧，不知道，没假设过。不过我感觉我好像对女人没有兴趣。你对男人有兴趣？你懂我，你别吓我啊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吓死你！其实说实在的，乔小瑞不错，人很能干。这几年一直在我身边工作，尽心尽力，对我也很好。我不是木头，也会冲动，也会有一些感觉，可我就是不确定，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对女人又喜欢了，还是生理需求。当你没法确定你对一个女人是喜爱还是生理需求的时候，那就先找另外一个人试试。试完之后，你对那个女人还是念念不忘，恭喜你，动心了。哎，可就是。先坐一下啊。怎么样？开始吃西餐了。卡秋莎，钢琴弹得特别棒，要不你先试试？哎，走吧，聊聊。等会儿啊！听我说啊，上次你介绍给我相亲的那个弓箭，真的是北浩地产的？当然了，他一转业就过去了，是他朋友的一家公司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现在跟他闹那么僵，哎，一码归一码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介绍的是男朋友，又不是让你去色诱去了，你看不上就看不上呗。哎呀，要是孙南威原来的那个合作伙伴在就好了，谈成你这单生意，小菜一碟，人家可是个超级大律师。那人去哪儿了？中风了。哎呀，所以现在只能靠孙南威和冯少江两个人在那撑场面。我本来想跟我叔叔说，让他给搭个线儿，结果人老人家不乐意。我现在也是律师事务所的人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把那弓箭电话再给我一个吧。我记得给过你啊。你删了，就没想再跟他联系。那，你别光存呀，你直接打吧。你还要我打？哎呀，你等会儿。喂，哎，龚先生，你好，我是邓草草，你还记得吗？邓草，疾风劲草，什么事儿？不好意思啊，上次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我计较了。我请您吃饭吧，将功补过。请我吃饭？回头定哪，我们发信息。拜拜。好样的，就这么干。让你来一下。龚总，
您找我？那个昨天让你洗的那个衣服的票还在不在？哦，在。哎，要不我取了，直接给您送过来吧？啊，不用，你把票给我，我取了直接给人家。好。嗯。车不错啊。还行。干嘛请我吃饭？就觉得你人不错。是人不错还是车不错？都不错。你这人反射弧够长的了。回去睡了一觉才觉得我人不错，是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呀？哦，突然想起来，你衣服还在我这儿。放心吧，我给你洗好了，在后备箱呢。要是因为这个没必要请我吃饭，太破费了，直接拿走就行了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多话呀？说完以后，也觉得对你不太公平。就请你吃个饭呗，行吗？行，都这么说了，这么有诚意，吃呗。哪儿吃去呀？都行，只要不喝羊汤就行。我说你这个人是什么星座呀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执着呢？我不让你喝羊汤，你吃羊蝎子。你这人什么星座呀？咋那么不喜欢吃羊肉呢？这跟星座没关系，我属羊，所以我不吃羊。哦，我属虎，就喜欢吃羊，小一点啊。你怎么着能把我吃了？行了，那饭也请了，该说的话也表达清楚了。你打车回家吧。哎，你什么血型啊？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冷酷啊？我一女孩大晚上请你吃饭，你让我打车回去？那你想怎么着呢？你送我一趟怎么着？你车会爆胎啊？住哪儿啊？柳芳城。哪儿？柳芳城。上车。没醒我名，我天天停到那儿。我天天停这儿，怎么了？车位就这么多，谁他妈来算谁的？这么多车位，你非得在这停啊？停别的地方不行吗？你瞎吗？看不到车都满了。柳芳城的物业总是这样吗？关键车位太少了，前段时间还有人为这打架呢。物业和安保都不怎么样。就这儿。行了，我到了。住几层啊？干嘛呀？你想上去坐啊？你想请我上去坐吗？我没这个想法。我也没这想法。啊，对了，你是表耀集团的吧？你们那儿是在招访务团吗？刚好，我是尚威律师事务所的，有机会的话，能请你帮我们推荐一下吗？原来你请我吃饭是为这事儿吧？是啊，不行吗？就当跟龚总交个朋友吧。行。那就谢了。喂，阿瑞，我住到柳芳城，我才发现这儿的物业问题很多呀。这样，明天你让公司物业部的人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柳芳城，是我们的样板工程，物业很重要。好，就这样。
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看雪呢。你怎么又下来了？因为我看你还没走啊。来，为了今年的第一场雪，陪我喝点。是应该喝点，可惜我开车。可以找代驾呀，或者把车停这儿。那我住哪儿啊？你是在勾引我吗？你是在诱惑我吗？我就不信你那么没定力。那要看什么时候。比如呢？比如现在。现在是挺浪漫的，要再有点音乐就好了。那不开车了？开。所以只想尝尝。下一站的遇见，终于把你找到，就算没有对白，也依然很美好。下一站的遇见，比想象中晚1秒，牵着你的温柔，再也不放你。先生，这不让停车，下雪堵路了，赶紧开走一下。你穿成这样子，就来上班啊？上次那身不是不合适吗？我就想简单一点。简约不等于简单，你得注意咱们律所的形象，要专业，要职业。冯律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上次草草穿的套装您不满意，这次草草穿了休闲装您还是觉得不合适，要不这样吧，干脆不要穿了。哎呀，早，丽文呐，你这是想我了？德行。龚总，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呀？听谁说的？感觉。是不是上次你让我干洗那件大衣的女主人啊？活案开发方案给鲁经理送去了吗？送去了。下午开会要用啊。啊，我知道。你觉得鲁修成怎么样？人挺好的呀。我也觉得挺好的，一表人才，又是耶鲁海归，我觉得以后你可以跟他多接触接触。谢过我吧，先。还不赶紧谢谢我！这周末东方商学院成立3周年酒会，我这有请柬。哦，你们也好好做做公关，到时候宣传宣传你们这里。这个酒会我知道，规格很高，请的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。周记果然神通广大，能找来请柬。丽文心里有我，有我。有个屁！我是因为我们家草。
尝一下。我这儿呢还有酒会上的一些特邀人员的名单。这分公司的事儿比较多，虽然基础建设 OK， 但是安保有问题，所以业主投诉不少。哪家公司？啊，柳芳城。柳芳城。我下午去一趟，看看情况。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不用您亲自出马。我寻思就住在那儿。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些情况，挺严重的。但是下午2点你有董事会会议，4点钟还约了香港彭氏地产总裁。我知道，完事之后我去。你不要通知他们，我要突击检查。来，下一项。你说龚总为什么非要亲自去一趟柳芳城呢 I don't know， 他龚总办事一向不按常理出牌，你还没习惯吧？唉。小瑞，啊，你周末有时间吗？我请你看音乐会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周六我要陪龚总去参加那个东方商学院的酒会，你找别人吧。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等你。你条件这么好，干嘛浪费时间在我身上呢？小蕊，你能把给龚总的时间稍微匀点给我吗？李经理，对于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不想给任何无谓的希望。我认为那样也是一种伤害。看到了没？姓名、职业、籍贯、出生地、婚史、毕业学校、星座、血型、特殊爱好，这资料库实在是太强大了。我觉得冯律有一种可以当女间谍的潜质。冯尚香到30岁还不把自己嫁出去，那一定是等着钓一个闪闪发光的金龟婿。所以他还不赶紧啊，把这些人的身份、什么背景弄个一清二楚。咱俩也不能那么傻，像这种酒会呢，不能光推销自己的工作，你要把咱们自己推销出去。真的假的？当然。孙大威不管你啊？他管得着我吗？我们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。再说当时找他也是因为想结合我的外貌还有他的智慧生一个 perfect baby， 结果我们家孙大圣全给我长反了。快吃。晚安。还在麻辣烫呢？对啊，乔儿在。哎呦，你别磨叽了，你快点嘛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谁要来啊？孙南威、宋汤。啊？他呀，现在是越来越惜命了，天天煲各种各样的汤给自己补，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喝完浪费啊。拿来，咱们一块儿喝。二个，不要，请。负责人是谁呀？你谁呀？我业主，我要开车进来，按了半天喇叭，你们听不见啊？大哥，你有事吗？
我刚说了，我是业主，我要进来，我按了半天喇叭，你们听不见吗？再说你们上班时间打牌不太合适吧？这个大哥，这不是天冷吗？是吧？哥几个找点乐子，没这怎么样？这年纪也太大了吧？那怕什么？这钱包还一样大。来了！哎，这来了，什么这是？工作啊，服务员，3个汤碗，1个汤勺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加份料吧。啊，不用，这个不健康。来这个啊，谢谢。哦，这什么汤啊？黄豆猪手美容健康汤。哎，这个女士吃了，那就是美容。要是先生吃了，那就是健康。你们喝吧啊，我可受不了这个。你说你们俩真的太奇葩了，都离婚了还搭伙喝汤，这就叫做散伙不散家，离了婚还是亲人啊。谁跟你亲呢？来，别傻愣着了，结账去。不要点别的，都已经吃不了了。好，结账。好喝。你能不能对人态度好点啊？这是最好的一次了。走吧，拜拜，慢点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明明你是来找我的嘛。我找你干嘛？你又不住这儿。我是来看这雪人的。昨天晚上雪挺大。昨晚我喝的有点多，不太记得了。昨晚我没喝。哎，你慌什么呀？昨晚上其实没发生什么。没发生什么？你认为没发生什么吗？你不是说你喝多了不记得了吗？那你希望发生什么，还是不希望发生什么呀？没发生什么最好。那你来找我干嘛？我说过了，我不是来找你，我是来看雪人的。你是小孩啊？大老远跑来看雪人？行，就算我是来找你的，怎么了？至于这么紧张吗？你昨天晚上胆儿不挺大的吗？真不记得了？我帮你回忆回忆。有什么呀？都是成年人。今晚上不行，今晚我一会儿有事儿。我也没时间。
阳打西边出来喽，圣僧动凡心了。圣什么僧啊？我是一男人，懂得欣赏这种美，太正常了。哎，走，我带你下去欣赏欣赏。欣赏什么？美呀！走吧。怎么样？没让你练瑜伽。哎，不公开，不谈婚，不论嫁，好事儿啊！要是真能按照约定怎么办？规避了风险，少了麻烦，俩人搭伙图个乐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？没然后了。你还想怎么着？我告诉你啊，游戏的原则就是不能动真感情，否则就破坏了这个事儿的美感。这事儿说美确实挺美的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哎，什么节奏？当下的节奏啊！哎，来，坐。介绍一下，弓箭。菲尔。菲尔，我叫关月宁。刚刚拿球砸我就是你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是我，很抱歉。哎，我都想采访采访你，怎么想的？手滑了。哎，我说你们当我不存在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先走。我干嘛先走啊？我不走了。空姐，怎么每次我约出来的美女都对你特别感兴趣啊？我跟你说好几回了啊，我觉得咱们俩肯定桃花泛冲。犯什么冲？我走。哎，慢聊。开玩笑，再喝两杯。我真有事儿。真有事儿啊？真有事儿。啊，那行。哎，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呗。可以啊。先把我的留下，行吗？昨天总公司的来咱们这儿微服私访了，逮着保安正在打牌，发了好大火呢。怪不得我昨天经过经理办公室，听见里面有人在敲桌子。你看到龚总了，是不是很帅很 man 呢？听说他还是个单身。那天在传达室打扑克的4个保安必须全部开除，保安队长扣除当月奖金。韩经理，你也说两句。最近保安确实有些松懈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呢，马上组织保安开会。我们柳芳城小区有4756户，常住人口14000多。我们能把这14000多口服务好了，离我们的行业标杆就不远了。而治安问题是我们物业安保中的重中之重。可是我们的保安怎么做的呢？看见了不能确认的是不是这个小区的人员，进出不询问、不登记，他们清楚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既然穿上制服，肩上就有责任，而且还聚众赌博，这就很让人失望了。这是我的责任。韩经理，你帮我找一套保安服，让保安队所有成员到小区广场集合。停！收肚子，挺胸抬头都不懂啊！坐下。左脚右脚啊？啊？我还不知道。
左脚右脚都不知道就当保安？左脚，看我做一遍示范，上去，立正，上去，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向右转。看啊，差点摔倒了，向左转。我给你们做一遍示范动作，看仔细了。向右转，向右转。看清楚了吗？上次你介绍给我相亲的那个工匠。我说了多少回了，我喝咖啡要加糖加奶，糖呢？奶呢？啊，你都吃了吗？孙俪啊，你知道龚健吗？是那个北窑集团的执行总裁。你确定他是总裁？这我是听丽文说的。他是那丽文之前的堂姐夫。说起来啊，我跟他算是胆儿挑。不是后来他跟他姐离了，我跟丽文也散了，也就没什么来往。我是听说他是几年前转业去的北窑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。哦，对，等会儿，来，麻烦你帮我冲杯咖啡。这位小主，我真的是指望不上。什么？龚健是保安，还出操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们都被他骗了。好，你先别乱猜嘛，有姐们呢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弄清楚怎么回事。先这样，挂了，拜。集团这次兼并重组，集中力量开发湖岸小区。我觉得不光是要兼并优质资源，还应该放弃一些负担。比如说物业分公司，不赚钱，纠纷事儿还很多，那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块放掉，让他们自己出去单干呢？咱们集团是从物业公司起家的，我觉得这个老本行不能丢，出现问题该整顿整顿。皇上还讲究个维护龙脉呢，是不是？那监管这一块就需要加强了。这没问题，我亲自来。那总公司的事怎么办？公司运营上的事儿有你跟鲁经理在，我放心。其他一些公务，麻烦乔助理整理出来，带到我家去，我在家里处理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散会。姐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邓草草说在小区里面看见你了，还说你是保安，还说你跟人家一起出什么操？我也看见他了，我在整顿物业的事儿，训保安呢。他看见我掉头就走了，怎么了？哦，那他是误会你了。他误会什么呀？误会你是保安呢。他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记得情绪特别激动，都快哭了。误会我是保安就快哭了？当然了，我当时介绍的时候说你是北窑集团的执行总裁，保安还不哭？明白了，我要是北窑集团的董事长，他是不是就该笑了？你别这么说草草啊，草草可不是那种人。姐夫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俩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没到哪一步，就是吃了几次饭。吃了几次饭？那这么说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哈？不知道，顺其自然呗，这事儿。行，等哪天我见着草草，我好好跟他解释解释。哎，你别跟他解释，
我觉得他误会我是保安这事儿挺好玩的。我要真是一保安，他能看上我，我觉得这还有点意思。加油，准！好好，我的咖啡呢？哟，哎呀，搞什么名堂啊！刘经理，从今天开始，白天我就在你这儿上班了。你要在我这儿上班啊？对。你放心，我不用你办公室，你只要在保安室给我一更衣箱就够了。另外，帮我多准备几套保安服。谁穿啊？我穿呢。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在部队里面，这叫下基层体验生活，也叫高支低配，懂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总总。另外别叫我工总，叫我队长，保安队长。保安队长是我呀。现在是我了，你最多是个副队长。那以后叫你头吧。行啊，只要你别叫工总。我们俩换一下车。我还没买车呢。那保安队门口停那不是你的吗？啊，你说外边那辆摩托车呀？对，摩托车。你会不会开啊？我在部队倒是开过直升飞机。摩托车，你觉得我会不会开？提高警惕，保卫小区，上神坚定，保卫小区，上神坚定，保卫小区，提高警惕，保卫小区，上神坚定，保卫小区，提高警惕。向左转。刚才通过大家喊口号，我听明白了，我们是来自四面八方、五湖四海，是为社区群众服务的宗旨，把我们带到了这里。我们都是热血男儿，所以一定要打起精神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队长，以后每天早晚必须出操，我会亲自带领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好，听我口令。向右转，继续操练，围着小区跑3圈。好，走。今天我在外边扫雪，那女的就跟队长认识了。我们这物业上面的总公司北奥集团的老总，是我战友。我原来给他开车，后来出车祸，不是那个酒驾。再后来，他把我安排到这小区当保安队长，也挺够意思。就像我这种人，没有知识，没有文化，能干到这种工作就算不错了。但我也需要爱呀，不能因为这个我就停止寻找真爱的脚步，是不是？你还真编得下去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编的？你就靠这个骗你没上床的吧？哎，别这么说话呀！真不是。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恼羞成怒的意思？你是原来在我这儿的想法落空了，你失落了？哼，我失落了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离我远点。哎，你真失落了。我也没想到他们是这种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哎呦，草，你是不是真对他动心了啊？你不是，你们俩到底到哪一步了啊？说什么呢？我们就吃饭聊天而已。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骗我了。以前跟关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把我当傻瓜一样的骗。自从我知道他是在撒谎，我就每天都在猜，他到底说的哪句是真的，哪句是假的。谎言他不会是因为它好听就不伤害人。懂？喂，冯律，我就在楼下呢。好，我马上上来。我上去了，冯律找我。冯善家没有虐待你吧？没有，其实他人挺好的，就有的时候老板这个脸。哎，那你跟龚健就这么完了？从来也没开始啊，以后也不想再见到他。哎，冯律，你找我啊？进来，试试衣服吧，宴会的时候穿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给我的？给你租的，租金从工资里扣。那我可以不要吗？那不行，我们就是律所的形象，我们一定要给人传递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质感。这也太性感了，不太适合我了。那我穿这件吧。这件是丽文的。再说有高炮胸垫，你好像用不着吧？我们丽文的身材还是不错的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放下。哦，出去。哦。孙律，你也别闲着，你去租一辆好车。你那辆车有损咱律所的形象。我就要这件了。我这就去办啊。陈总好。龚总，最近休息的好不好？还行。这物业都是杂事儿，要太分散精力就交给下面的人吧。没事儿，我有这个精力。东方商学院的酒会几点7点开始，6点半到就可以了。哦。今晚的任务一定要分主次，重点是那些正在发展的中小型公司。那个法国窜红的华人设计师资料找到了吗？这个夫人可为人很低调，据说她准备回国开家服装公司。如果我们要能做她的法律代理，会是一件很好的机会。冯律，这个人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麻烦你带草草跟媒体搞好关系。放心吧，我带来的人我照顾。丽文，这个，太多了。懂什么呀你？我手机快没电了，去车里把我充电宝拿上来。去。意思没点。好贴心啊！你喜欢，收了它。这2位是啊，我律所的同事，周丽文、邓草草。这位是酒会负责人韩冰，也是东方商学院的常务理事。
是。啊，这是我夫人这是。哦，幸会幸会。您好。彭总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咱们东安市最有名的周大记者。哦。这香港腾飞集团的滕总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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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他夫人。哦，夫人好漂亮。哦，你好漂亮。夫人可以来了。他就是那个神秘的设计师。啊。来，我们干一杯，幸会啊！好。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灵魂，只有与食物进行了很好的沟通，才能做出这么漂亮又精致的食品。没错，食物本身就是平等的，因为食物制造者水平的不同，所以食物被分出等级。这一点有点像咱们人类社会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。waiter。上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邓草草。哎，没错。打扰了，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？是你，冯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看来当初你抛开一切，为了实现法官的梦想，现在并没有成功。不知现在后悔没？龚总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复兴地产的郭总，这位是我们执行总裁龚健。哦，你好，龚总。幸会，幸会。哟，王先生，这位漂亮的女士谁呀？给介绍一下嘛。上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邓草草。幸会，幸会。Jack， 不好意思啊，是吧？好。我们可以交换名片吗？可以。我田书峰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华旺科技。洪老板，好久不见了。上次聚完会之后就一直没再见面啊，看哪天我们有时间一起聚一下。哦，好啊，时间我来定吧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所有的日程安排全部都是乔助理负责。啊，是吗？邓小姐，我们公司啊正准备申请涉外专利，不知道在知识产权这方面您能不能提些建议？你们是想申请哪一国的专利呢？如果和我们的国家一起加入同盟的话，会方便很多。你稍等 ，waiter。瑞，还是先撤了，这地方挺无聊的。您现在走不太合适，而且几个老总想认识一下您，要不你去包房休息一下，安排好了我来叫你。韩先生是不是也有兴趣周末去生命之流的舞会？周小姐也去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啊！可以。我到处找你。啊，这位是你的女朋友。啊，好般配啊！谢谢。老公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抱歉，我失陪一下。啊。先干一杯吧，幸会。幸会。邓小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？可以啊。请。这里包间环境很好的，咱们在里边聊天很方便啊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。这里不方便吧？其实我们在外面聊也是一样的。哎呦，邓小姐，这里非常方便，这里聊天安静啊。没关系，来吧，来，邓小姐，请。
您不想拿到我们公司的法律代理权吗？现在律所很多，邓小姐的律所拿什么来竞争呢？我觉得邓小姐要是愿意付出一点代价，我保证会得到公平的。田总指的代价是？邓小姐很特别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田某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你放尊重一点。哎呀，邓小姐，邓小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放手！你不放手，我喊人了。哎呦，喊什么人呢？这里就咱们俩人。放手！还有一个，你干什么的？啊，我是这儿的保安主管，我到这卫生间看看马桶有没有堵，排风好不好使。二位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不用了。你怎么又跑这儿来当保安了？啊，不行吗？保安穿成这样，其实我的兼职是个司机，我在这儿给里面一老板开车。行了，你别编了。男人都一样，道貌岸然，衣冠禽兽，无非就想骗女人上床嘛。哎，千万别这么说啊！千万别一棍子打死一大片。说实话，我对骗女人上床真没兴趣。那你对男人感兴趣？也许吧。那祝你早日找到真爱。你的酒。跟我去敬杯酒吧。谁呀？东方商学院的文院长。好吧。哎呀，心情不要这么不美丽，还有我嘛，吃点。你的存在，就是时刻提醒着我的失败。想不想换个地方喝一杯？好啊，走。别管你啊！八个。放手！放手！不。姐，我才有哎，听吧。这个坏还有一个。啊？怎么了？你刚才跟臭男人聊什么呢你啊？你跟男人说什么话你啊？喝酒，来，我们喝酒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讲啊，现在90后都已经抢滩了，70后都离了一茬了，哎，你这80后还没男人呢吧？哎，不，我就想知道，咱们3个大美女还有没有希望了？被我抛弃的前男友嘲笑我是 loser， 被我逢上相甩的男人说我是 loser。你们说我是 loser， 是，我就是。我没钱，没房子，没车，我是个彻底的 loser。你还真别说，你真就是个 loser。哎，他是 loser， 你也说，你指着他说，你说你 loser 啊？这你。
不是神经病。神经病好啊！我跟你说，神经病不需要男人，你知道吗？孩子都没了，要什么男人啊？有什么用？说的对，说的漂亮。男人没用，来，为了不需要男人，我们三个喝一个，好，三个干杯，喝一个，来，干杯啊！干杯！好。大半夜还有人给你打电话，你有情话吗你？管我在哪儿？你换一个，等着。你喝了吗？你们喝着，干嘛呀？本宫先撤，拜拜。小主，你上哪儿去？小主啊，小主慢点走哈。什么人啊？刚说什么玩意儿来着？男人没用，怎么男人一打电话就走了呢？谁呀？谁呀？我到里边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都看见你了，你还给我打电话，你钱没地儿花了。对，看见了。哎呀，你看你怎么喝成这样了？干嘛？啊？喝一个。我开车不能喝酒啊。开什么车呀？开车。开玩笑吧你？赶紧回家吧。钻石呀，好看吗？是我买的。哎，又买单来了。不是。我一会儿上那儿买去。回家。回什么家？哪有家呀？孙大圣一直哭着喊着要你啊！回家啊！一起，孙大圣。你慢点。哎呦！我给你拿东西啊！要不然我们一起把它送回去。啊！你不是我男人，你别碰我。你也不是我男人，你别碰我。啊？反正你觉得男人有用了，你觉得啊？有用吗？有什么用？你说说看。我没。回来，我自己去。买单。跟你不一样。对，说的，谢谢啊。走。拜拜。喂。喂，您好，您是龚先生吗？对，哪位？您有一个朋友在我们酒吧喝多了，您方便来接一下吗？有一个朋友在酒吧喝多了，什么样的朋友？是一位姓邓的女士。那干嘛给我打电话呀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她的朋友走的时候呢，留下了您的电话，让我们跟您联系一下。你是龚先生吗？对。老婆，走了。来，起来回家了。这里。是我，回家了。站好了，我扶着你走。OK。你上。走。你上。
真是酒品看人品。什么玩意儿，唱的真难听。为什么唱难听？记得我儿子2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给他编的歌，他可聪明了，唱一遍就唱会了。蓝蓝天空，太阳光，像个睡着小蜜蜂。老李，是我，龚健。当然有事儿。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导管班？啊，有这么一事儿。有一女的，5年前把孩子丢了。孩子的名字叫关晓轩，男孩，2005年生。2008年10月于东安市火车站丢失。啊，这样吧，回头我把你电话发给他，你们联系一下，你费费心。谢谢你啊，老班长。好嘞。站好了，我扶你走。走。保卫社区，保卫社区。
相关资料要不要我找出来？你把这份申请的几个重要数据帮我找出来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打拐办的李警官吗？不是，你哪位啊？我是龚建的朋友，我叫邓草草。哦，我知道。他今天早上给我打过电话。是我儿子有消息了吗？没有那么快，有事儿我会告诉你的。5年了，你们打拐办一直都说没消息，没消息，你不能一直让我这么等着呀。别着急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。有消息我们一定会通知你的。啊，这样，再见。喂，喂。喂，昨天晚上是你送我回去的吗？对啊，不是给你留纸条了吗？那个打拐办的李警官是你战友吗？没错，他电话我刚才用短信给你发过去了。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说没消息。什么没有啊？他说孩子没找到，没消息。你没找到就是没找着嘛，你逼他也没有用啊。他是打拐办，他干什么吃的？我天天在这等信儿，在这等信儿。那个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是帮忙，你明白吗？我有一颗同情心，我已经把他电话给你了，你们自个儿联系，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同情心有屁用啊！你现在就去给我找。我帮你找，我凭什么呀？我让你去找那个战友，让他赶紧帮我找。我没有时间，我在工作。你工作什么呀？你不就一个保安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你的业主，你必须得为我服务。你现在就去给我找，听见没有？我不去，我没这义务。你不去，我告你。你告我？你告我什么呀？我告你假装老板，衣冠楚楚，骗妻骗吻骗女人。那个，大姐，能别这么说吗？这是两厢情愿的事，对吗？这是两厢情愿吗？我不管，你现在马上来我家找我，你去给我找。我不去，我。数据找好了，你看一下，我先出去了。怎么了？又哭了？没事吧？我儿子有消息吗？有那么一点消息。我打拐办那战友刚刚给我来电话了，长平市下面。哎，你是去认孩子，不是去酒吧，用不着化妆，捯饬成这样。我想让我儿子看到他妈妈漂漂亮亮的。过去就是认一下，不见得能找着。
你这样给别人压力很大了，知道？你不能开车啊！你是不是刚刚吃了感冒药？你这样开车很危险，知道吗？我的想法是你明天你还有事儿吗？我没事儿。别害怕，突然的惊吓可以终止紧张造成的干呕。你神经病啊！你才神经病呢！我跟你说了，吃感冒药开车相当于酒驾，你刚才把车开的都飞起来了。你今天赶紧回去吧，去不了，你这个状态开不了长途。你能帮我开吗？我帮你开。我吃完药我犯困，我想吐。我帮你开长明试下。我给你钱。给我钱？300。多少钱？500。喂，小乔，你派个人到东湖桥那个十字路口，帮我把摩托车开到柳芳城去。我会把车钥匙放到摩托车底下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问了。头盔借我用。你真被吓着了吧？住在汽车里不用头盔。确定你要这样吗？确定，走。这5年，我都是戴着这样的头盔在找小轩。每次我紧张的时候，只要戴上头盔，我就觉得有个声音在告诉我：邓嫂嫂，别紧张，很快就要见到小轩了。我就真的不紧张。这么远的道就给500块钱啊？再给加点呗。
多少？再给加300，800，行吗？成交。谢谢啊。这皮肤白白的，就长得像一个女孩子一样。这些都是今天解救的孩子，您先看一下。萱萱，我是妈妈，我是妈妈，你记得妈妈吗？干什么呢？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宝贝儿，来，我们走了。红姐，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。不跟老班长说实话是吧？什么不说实话？有一个朋友。老李，主任让你去一下。那我先过去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想让你振作一下。要这个吗？要不要带一会儿？找不到了。找不到再找呗，都找这么长时间了，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。我找了5年，一次次的希望、失望、绝望。你没有孩子，你不会懂的。听那战友说，明天还有几个被解救出来的孩子，要不然明天再看看。今天就先住这儿，反正那民政局也安排了。嗯。看电视吗？看见一笑话，挺有意思，我给你读一下吧。
有一只北极熊，因为雪地太刺眼了，必须要戴墨镜才能看东西。于是他就找了一墨镜戴上，对着镜子一照，才发现，哦，我原来是一只熊猫。有一只北极熊孤单地待在冰上发呆，实在无聊，就开始拔自己的毛发。1根、2根、3根，最后拔的1根不剩，然后他就冷死了。这个挺好玩的。这小明新理了头发，第2天来到学校，同学们看到他的新发型，你能闭嘴吗？挺好玩，就笑话他说：“小明，你的头型好像个风筝。”你能不用哄小姑娘的把戏对我吗？听我说完，小明觉得很委屈，就跑到外面哭，哭着哭着，他就飞起来了。很好笑吗？无聊不无聊？我找我儿子找了5年，我都没找着。我竟然天真的以为你能帮我找到。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？这身行头，又花了多少钱租的？什么意思啊，叔叔？你是真的带我到这儿来找儿子呢？你觉得我什么意思？我喂，龚总，你今天没来上班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呀？对。什么事儿啊？没事找事儿。你今天还回来吗？回去。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不管在哪儿，我都回去。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，再见。如果找不到，我就美丽的消失。慢慢的找，你要见到妈妈，高兴吗？二嫂，邓嫂嫂，
妈这神经病啊！护士，他睡了多长时间了？差不多8个小时了吧。谢谢。董曹操，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是想让谁看了心疼吗？